汝今欲知因界淺深，唯識與空是識邊際。咁呢度一段文呢，昨日曾經講過，佛陀解答阿難尊者所問五陰界限嘅問題。咁汝今欲知因界淺深，佛陀話：你阿難現在欲想知道五陰本因，邊一度係佢嘅界限，以及佢嘅邊際淺深。我哋平時呢，就係以為有形相先至係屬於色，無形相就唔係色法。咁現在佛陀開示呢，唔淨止色法係色嘅邊際界限，空呢亦都係歸色嘅邊際。因為色同埋空，佢哋大家係互相襯托、互相影響嘅。有色就顯出空，有空就顯出色，等於好似在呢個世界上，世界地上嘅種種山河大地、樓房屋宇、人物等等呢，通通都係屬於色法。虛空係無形相，就係屬於空。有世界，然後襯托到出有虛空，有虛空，然後襯托到有世界。所以啊，色與空係互相影響，冇色就顯唔出空，冇空亦都唔顯出有色。故此色有形相可見，就係屬於色陰嘅淺界限啊！即係好容易了解得到，好容易睇得到，所以咧屬於色陰嘅淺界限。但係無形相可見，空呢就係色陰嘅深界限。所以佛陀話，色同空都係色嘅邊際界限。為觸及離是受邊際，咁六根對六塵就名為觸，厭捨就名叫做離。觸呢就係受陰嘅淺界，好似我哋每日常生活之中同某一件物件接觸，我哋就算攞隻茶杯都知道呢隻係茶杯，就係因為呢個手屬於身，呢個身同呢個外物接觸得到，因此咧就感受到呢隻茶杯係乜嘢嘅質料，佢係點樣嘅形狀，係感受得到嘅。因此啊，與色塵相接觸而感受嘅呢種就係屬於受。厭捨就名叫做離，觸係受陰嘅淺界，離開呢就係屬於受陰嘅深界。現在佛陀開示，唔淨止根塵相觸係受陰嘅邊際界限，就算根塵相離，即係我哋呢個身根同外嘅塵境相離開，亦都係受嘅邊際界限。所以呢種情形呢，離而係受嘅邊際界限，呢種道理係比較深啦，含義深，咁啊唔容易了解得到嘅。我哋身根相接觸就了解得到。咁現在佛陀話，唔淨止觸係受陰嘅界限，根塵相離呢，亦都係受嘅邊際界限。所以若果只係根塵唔相觸，就唔係盡受陰嘅邊際，要離根塵之離，觸與離都盡，然後先至叫做盡受陰嘅邊際。為記與忘是想邊際，咁想陰呢
就係以有念為記啦，無念就為忘啦。記咧就係記憶得起我哋曾經做過乜嘢事情，或者係追憶過去。咁啊，好似我哋琴晚黑去食齋嗰啲情形點樣，我哋現在都追憶得到。咁呢種咧都係屬於呢個想，或者係安排未來，我將來係應該點樣做，我將來嘅目的係想點樣安排未來。咁呢啲咧都係想音，係記憶得到嘅。咁所以記憶得到係想嘅邊際，但係忘咧亦都係想嘅邊際啊。忘就係忘失，記憶唔起；記係淺，忘係深。唔淨止有念記憶得起係想嘅邊際，無念記憶唔起亦都係屬於想嘅邊際。所以啊，但係離開諸念唔係叫做盡想嘅邊際，必定要有念無念記與忘都盡，先至叫做盡想音嘅邊際。所以啊，在五音之中，每一音都係有淺嘅邊際以及深嘅邊際。為滅與生是行邊際，行音遷流係生滅不停，唔能夠久住。以迷為散心，粗行為生相。咁呢個迷為呢，就係眾生嘅心念。我哋眾生嘅心念啊，妄念紛飛啊，時時呢個想念係唔停止嘅。好似有陣時我哋大家兩個人傾偈咧，咁啊同佢講嘢喎，講下，點解佢冇反應嘅？佢對方，你聽唔聽到啊？咁你講乜嘢話？我同你咁講啊，我聽唔到啊，因為我想入個心想咗第二樣嘢。咁呢啲咧就係話我哋眾生分位上嗰種想念咧係唔同嘅，想時時係咁樣冇停止，想呢樣想嗰樣，你就算同佢傾偈咧，佢都唔會專心注意你講乜嘢。咁呢啲咧就係屬於粗行啊，個心咧時時係咁念，妄想紛飛，唔會停息。因此係以迷為散心粗行，就為生相，屬於淺界。咁啊，呢個心界咧就係以修定細行嘅滅相為屬於心界。呢個細行咧就係在呢個定境之中，將呢個粗心浮氣壓住。咁樣啊，佢呢個內心就得到靜，但係呢個內心靜嘅心咧，係咪真係寂靜咧？佢係似滅而不是滅，仍然係屬於微細遷流。咁呢種屬於細行。如果單係盡如暴流嘅粗相，不明叫做盡其邊際。連輕繞嘅細相亦都盡，先至可以叫做盡行音嘅邊際。暫入合暫歸息邊際，暫就係指息音啊，行音盡，息音顯現。咁呢個息音係屬於第八識，第八識咧非常之微細，佢係受分持種，佢嘅生滅咧係比前七識咧更加微細嘅，因為佢已經離開行音嘅遷流，似得係暫寂，但係唔係真正暫寂咧？佢唔係真正暫寂，所以前邊曾經講過，此暫就非真，望如恬靜，如急流水，流急不見，非是無流。咁呢段經文咧，我哋琴日已經講過啦。所以息音中
以有入就名為叫做暫入，以無入就為叫做合暫。稱為暫入者，就係顯靈行陰剛剛消滅咗，咁行陰消滅，色陰顯現，初初進入此暫寂嘅色海境之中，猶如水倒流一樣，因此就名為叫做暫入，就係倒入嚟。合暫者，合就係不動嘅意思，即係完全處於流急不見嘅色陰境中。咁啊等於乜嘢咧？等於嗰啲水啊流至到水源，去到水源嗰度咧，你想流啊都冇地方可以流啦。咁樣咧同一個水源匯合啊，因此咧就名為叫做合暫。呢種暫入合暫嘅情景就係屬於色陰嘅邊際。色陰以暫入為淺界，合暫就係深界。如果但係盡咗暫入而唔盡合暫呢，唔係叫做盡色陰嘅邊際，一定要暫入合暫色皆盡，先至係屬於盡色陰嘅邊際。此五陰緣重疊生起，生因色有，滅從色除，理則頓悟，成悟並消，是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我以是語劫波根結，何所不明？在此詢問。咁呢度呢段經文呢，就係佛陀追答由此五陰為並消除為次第盡嘅問題。咁柯蘭尊者前邊所問嘅三個題目之中，呢個題目為並消除為次第盡呢個題目呢，乃係問在於第二嘅。現在佛陀答在第三，因此呢就叫做追答。此五陰緣重疊生起，此五陰生起嘅根源，呢個緣呢就係根源，話呢五陰生起嘅根源係從細至粗，一重疊一重，共成有五重次第生起，就叫做重疊生起。生因色有，滅從色除。上邊柯蘭尊者啊，佢只係問五陰為並消除為次第盡，未曾問五陰係點樣生起嘅。咁現在佛陀呢，連生起點樣生起亦都講出，因為啊，既然問消除，當然亦都有生起嘅意思含在喺裏邊。如果冇生啊，又何來有滅呢？所以佛陀話五陰生時係由色先有，其次就有行陰，由行而有想，由想呢就有受，由受就有識，叫做生因色有。但係滅嘅時候返往歸真，滅生滅之色，回歸不動嘅真如妙性之時啊，就係點樣呢？先滅最初嘅色陰，然後呢就滅受陰，跟住滅想陰、行陰，乃至到最後嘅色陰。咁呢種情形呢，就等於人着衫一樣。你初初着衫嘅時候，冇人先着咗件 jacket 先嘅。如果先着件 jacket 先，然後着裏邊嗰啲衫，你着唔到嘅。所以咧，初初着衫嘅時候，
一定係先着最裏邊嗰件，然後咧就着第二件，着第三件，所以從內至外，脫嘅時候就從外至內。因此啊，五陰生起之時係有次第，消滅嘅時候亦都有次第，就叫做滅從息除，理則頓悟成悟並消啊。咁呢度咧就係答為並消除一句嘅文。佛陀嘅意思，我哋眾生一向為執五陰啊，認為係實我實法，我哋呢個身體咧係實我嘅身，咁樣咧所對佢非常之重視。咁呢啲咧就屬於我執，由執故就起煩惱惑，做生死之業，而感受到生死流轉嘅果報。咁本有真如佛性啊，亦都被五陰遮蓋住，唔能夠顯現。現在喺法會上聽到佛陀開示，原來呢唔知道五陰之上本來係空，乃係幻化不實，等於好似前邊所講嘅見聞如幻藝，三界若空花。咁見聞呢就屬於心法，三界通於色心二法，色心二法呢就係不出五陰啊。既然見聞嘅六根，三界嘅六塵都猶如空中花一樣，當知道五陰呢亦都猶如空中之花。但係五陰之性係真，同時係一如來藏性，因此呢頓悟明白到呢種道理啊。如果上根利智嘅人不隨分別，所謂狂心頓歇，就歇即菩提，成此一念頓悟，五重妄想呢就能夠一時並除，冇淺深次第嘅分別，所以叫做利則頓悟，成悟並消。咁啊，理則頓悟，成悟並消，就係約理嚟到去講嘅。不過在於明智慧之中，即係明在呢個明智上明白到稱呢個佛性廣大，人人皆具有，明白到自己本有佛性廣大周圓，在明智慧上係明白。等於好似阿難尊者以及大眾開悟嘅時候，佢悟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圓心，但係佢哋悟未曾得證，係唔係得到證入呢？未曾得到證入，所以你係咁樣悟，而在事相上，所謂是非頓除就因次第盡啊！呢度呢就係答為次第盡，你係頓悟，就事而言就係要次第消除。我哋雖然悟到世間一切所有之物都係屬於菩提妙明圓心中所流出嘅，但係由於無量劫以來，我哋眾生嘅我執呢，實在係太深，法執更加係堅固，並非話一念頓悟就可以將我執法執頓時消除嘅。咁一定要假借修行嘅界定為之力，斷無始時來嘅堅固煩惱。所以在進修嘅時候啊，就要次第漸進啊，好似我哋上樓梯都一樣啫。我哋唔係一步咧就攬到上嚟，我哋一定要一步一步一步咁上嘅。明白到呢條樓梯就係入屋噶啦，個道理我明白到啦。但係你係咪一腳就攬得到呢？唔係啊，一腳攬得到啊，梗會慣翻落嚟，慣到頭崩額裂添。
所以咧一定咧係要一步一步咁上。我哋呢個道理係明白好清楚，但係在呢個事相上就要慢慢而行嘅。因此啊，就進修之時，次第漸進，我法二執先至可以慢慢斷除，唔係一時就能夠成功。故此就叫做因次第進。理則頓悟呢個道理，猶如好似陽光除暗一樣，太陽一出，呢個黑暗就消滅。是非頓除呢個道理呢，猶如好似陽光用嗰啲堅冰一樣。陽光出唔係一時就將呢個堅冰消滅啊，亦都要慢慢先至能夠將堅冰融化。故此啊，我哋理係都係咁樣，但係在事相上呢，我哋做呢就係要按部就班，循序漸進，然後先至得到達到目的。我今是與劫波根結，何所不明？在此詢問。呢度呢就係佛怪阿難，唔應再多此一問。我以是與劫波根結，點解你唔明白仲再問呢？其實啊，並唔係阿難尊者未曾明，唔係阿難尊者要問，只不過呢就為你嗰啲愚痴無智末世眾生而請問。如果阿難尊者唔請問，在末世嘅時期，我哋呢就唔得到明白呢種道理。前見喺第5卷之初，佛陀曾經用一條劫波羅天所供奉嘅花根呢，打成6個結。我相信呢，你哋在第5卷聽過呢，都記得呢個情形噶啦。咁啊，打成6個結，當佛陀打一個結嘅時候，就問阿難同大眾呢個係乜嘢啊？咁阿難同大眾都話呢個係結，所以繼續打每一個結打成呢，都問阿難此名何等？而每次佢哋所答覆嘅此名為結。咁最後佛陀又問：話現前呢6個結都存在，咁如果我要將佢哋一齊解嘅時候，係咪可以呢？我要佢解係冚唪唥一解呢，就個個都解開，可唔可以？阿難尊者話呢啲係唔可能嘅，因為呢6個結係次第結成。現在你欲想要解呢，亦都要次第解完一個一個，解完一個一個，次第順序一個一個咁解開。所以喺經文裏邊講，6結同體又結不同時啊！一結解時，云何同隨呢？阿難尊者咁話：6個結雖然同時一條根打成，但係打嘅時候唔係一齊就6個結一齊打到嘅，一定要係一個一個咁樣結。咁當解嘅時候，又點可以一齊能夠解除呢？所以佛陀答阿難話：6根解除亦復如是啊！呢個6根即係眼耳鼻舌身意。我哋總括一句嚟到講，簡單嚟到講呢，6根即係色心二法，而5陰呢亦都係色心二法。所以解6根係咁樣，解5陰亦都係咁樣。所以佛陀話6根解除亦都係一樣。因此喺經文繼續講，此根初解就先得人空，呢個人空呢就斷除我執啦。如果呢個6根初將呢個見思煩惱解除呢，就得到人空嘅境界，斷除我執，然後進一步空性圓明成法解脫。因為證到呢個人空，執着呢個空理為實有，住在呢個空理涅槃之中，呢種係屬於法則。
一定要再進一步進修達智慧擴大，咁而呢個法執亦都消除，故此空性達到圓滿嘅時候，就得到法解脫，法嘅纏縛得到解除。咁再進一步，法解脫以虛空不生啊！法解脫咗之後，不但呢個法解，呢個法唔起法執，就我執亦都唔起，連除我執除法執之空都要除，就叫做虛空不生。咁樣嘅情形呢，就係菩薩從三摩地得證到無生法忍，六根解除係咁樣，當知道五陰解除亦復如是。故此佛陀話呢種道理啊，我佛陀已經詳細為你阿難開示過噶啦，為乜嘢你現在仲唔明白，又要再提出呢個問題嚟問呢？咁呢度呢，就係佛陀有一啲怪責嘅意思。汝應將此妄想根源心得開通，全是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令息虛妄，心厭自生，知有涅槃，不戀三界。咁呢度呢，就係佛陀勸阿難自修，亦都將呢個法門喺末法之中開示。汝應將此妄想根源心得開通，呢度呢，就係勸自修啊！你阿難應當將佛陀所開示嘅五陰妄想根本緣由一研究，了知道五陰妄想係本空，不生住着，現行煩惱不起，色中嘅種子漸漸消滅，真心呢就自然開朗豁達。咁自己得到利益之後，再進一步，全是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令息虛妄，並且在末法之中將佛今日所說五陰同一虛妄嘅道理，將呢種道理全是指導修行嘅人，令到佢哋認識五陰係妄想，其體本空，不生住着。咁利根嘅人就會狂性頓歇，歇即菩提；而頓根嘅呢，明白呢種道理，依法修行，亦漸得解脫。所以話令息虛妄，心厭自生，一向執五陰為實我實法，變咗我哋空過好多光陰，跟住啲煩惱嚟到去打轉，一味喺個煩惱個圈子裏邊揼揼轉揼揼轉，捐來捐去都捐唔出呢個堅固嘅煩惱網，隨住五陰煩惱就造業，流轉於生死之中。所以喺生死中呢，就頭出頭沒，認妄為真，等於好似嗰個傻佬勾痕一樣。佢有兩個傻佬呢，同床共話，咁啊點知瞓到半夜呢，有一個傻佬呢，個腳痕啊，佢就勾來勾去都唔得到止痕。點解呢？原來佢勾咗隔籬嘅，咁啊將隔籬嗰個呢勾到出血啦，佢仲係唔止痕，唔止痕就越勾，隔籬嗰個呢就痛到牙聲，佢呢嗰個痕呢就始終唔止。所以我哋眾生亦都係一樣，
我哋捐咗落去煩惱網嗰度，一味係亂撞亂創，創來創去都撞唔出嚟。故此啊，所以眾生嘅顛倒咧，真係佛陀話非常之可憐可憫。因此咧，隨着五陰煩惱造業流轉於生死。咁現在知道五陰係本空，無可愛着，於是咧深切厭離生死輪迴之心咧，就自然生起啦，就叫做心厭自生。知有涅槃不戀三界，涅槃係不生不滅之理體，乃係佛所證嘅究竟清淨常樂我淨嘅妙果。咁如果能夠開示佛陀現在所講嘅道理，令到末世修行人了知到五陰虛妄，唔係真常，無可留戀，咁要證不生不滅嘅涅槃妙果呢，先至係我哋自己無盡嘅寶藏，乃係屬於自己真正歸依之處。既然了知有涅槃妙樂，就再唔會留戀在三界生死之中。呢個三界呢，就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三界諸天雖然係享受無上嘅快樂，天快樂呢，當然係同我哋人間呢，人間同佢係冇得比嘅。但係天上嘅快樂呢，唔係永遠，唔係長久。當天福享盡嘅時候，仍然係要墮落於生死之中輪轉。因此啊，我哋明白佛陀所講嘅道理，了達五陰虛妄，唔起執着，從此勇猛精進修行，就唔再貪戀三界之樂，知道有涅槃嘅無上妙樂，係咁樣啊，精進修持，漸漸斷滅五陰煩惱，得到超凡入聖，成就佛道。如果能夠係咁樣呢，自利利他，能夠咁樣自己利益又利益他人，呢種先至叫做真正報佛嘅心因。故此話知有涅槃不戀三界。咁講到呢度呢，正宗分就係講完。阿難，若復有人遍滿十方所有虛空，盈滿七寶，持以奉上微塵諸佛，承事供養，心無虛度，於意云何？是人以此施佛因緣，得福多否？阿難答言：虛空無盡，珍寶無邊，昔有眾生施佛七錢，捨身遊獲轉輪王位，況復現前，虛空既窮，佛土充遍，皆施珍寶，窮劫施以尚不能及，是福云何更有邊際？咁現在呢段經文呢，就係屬於流通分啊。每一部經嘅開始，都係將全經嘅總綱分為三大份嘅，即係三大段。第一段呢，就係屬於序分，第二段呢，就係正宗分，第三段就係流通分。咁本經嘅序分呢，就係剛在開始嘅時候，我哋知道嗰個呢個靈驗法會在開始之前嗰一日呢，
係屬於7月15日增字之日。咁又係波斯匿王為咗佢父親嘅忌神，因此咧請佛及諸大菩薩、諸大弟子去皇宮應供。因為係7月15日啊，嗰日係增字之日，阿難尊者咧做完呢個自知嘅法會之後，佢就有其他嘅因緣受別出外受別請。但係喺呢個時候咧，佛與諸大弟子去皇宮受供嘅時候，阿難尊者仲未曾翻嚟。咁啊，翻到去祇園精舍啊，靜悄悄，人人都去晒應供啦。因為嗰日7月15日咧，亦都好大嘅日子。單單獨獨阿難尊者一個人，自己唔能未曾趕得及跟隨佛與諸大菩薩去應供，所以佢諗下，如果假使間再唔出外行化咧，嗰日咧就其日無供啊，嗰日就冇咗呢個齋飯。於是咧，佢就自己揸起自己嘅缽出外去化食。但係佢想念到佛陀嘅平等大慈，佢欲想仿效佛陀嘅平等大慈，於是咧佢就一家一家挨住次序嚟到去化食。點知咧，在呢個時候咧就遇到摩登騎女啊，以呢個娑毗迦羅仙梵天就將阿難尊者攝入呢個淫室之中，在要誤墮淫室遇到摩難。但係當阿難尊者在呢個淫室之中自己無能為力嘅時候，將毀戒體之時，佢個心想念佛陀大慈嘅靈不救我呢，又咁樣想念，感應到佛陀啊，了知道阿難尊者已經係遇難，所以咧即刻回歸，佢齋供之後回歸佛所，升法座，頭頂放光，光中現蓮花，蓮花現化佛，由化佛口宣說神咒。咁啊，敕令文殊師利菩薩帶住靈嚴神咒去到摩登騎嗰笪地方，持誦起神咒，將阿難尊者啊從呢個魔難之中解救出嚟。同時咧，又勸勉摩登騎一同埋阿難一齊回歸精舍見佛。因此啊，阿難尊者由精舍回歸見佛嘅時候，內心非常之慚愧。故此喺經文裏話：阿難見佛啊，頂禮悲泣，恨無始來，一向多聞未傳道力。因此啊，就殷勤啟請佛陀，求佛陀開示成佛嘅法門，求佛陀開示修行成佛方便嘅法門。因此咧就發起呢個靈嚴大教嘅，故此咧就係屬於靈嚴經嘅序分。序分咧就係敘述一經發起嘅因由，等於乜嘢咧？等於人嘅頭眉目清楚，五官俱全。咁啊正宗分咧就係一經嘅重心要義啊，全經重要嘅道理都攝喺正宗分之中。咁啊，本經嘅正宗分呢，就係由阿難見佛頂禮悲泣開始，一路至到現在呢度知有涅槃不戀三界，差不多呢將近有10卷嘅經文都係屬於正宗分。咁啊，等於乜嘢呢？等於人嘅身體五臟存在係一身之中最重要嘅部分。流通分就係佛陀將每一部經講完之後，就囑咐弟子輾轉傳揚，流通於世，令到後來嘅眾生
都得到利益，咁等於乜嘢呢？等於人嘅兩隻腳啊，能夠行走一樣。咁經卷有流通，就能夠成就法化嘅利益。前邊正宗分已經係講完，咁由呢段文以下呢，都係屬於流通分。咁呢度流通分嘅經文啊，就係佛陀用財法二施嚟到去比較量功德，究竟係財施嘅功德殊勝啊，抑或法施嘅功德殊勝呢？就顯出受持弘揚此經嘅功德極為之殊勝廣大。阿難，若復有人遍滿十方所有虛空盈滿七寶，咁呢度呢，就指出啊，所施嘅財寶極多極多啊！如果係有一個人，佢係用遍滿十方虛空咁多嘅七寶嚟到去布施，咁呢個人呢，佢呢種布施嘅功德呢，非常非常之大噶。持以奉上微塵數諸佛，微塵數諸佛就係指受施嘅福田多，而且殊勝廣大，承事供養，並且能夠喺每一尊佛之前恭敬侍奉供養，心生至誠懇切，心無虛度，就係內心念念恭敬虔誠，無一時無一刻係空過嘅。因為呢個內心時時都係念着諸佛菩薩嘅功德，亦指佢個內心信念啊極為之堅固。於意云何？是人以此施佛因緣得福多否？佛呢就問阿難，阿難啊，你嘅意思認為點樣呢？你認為呢個人以呢啲布施供佛嘅善因緣啊，所得嘅福多唔多呢？阿難答言：虛空無盡，珍寶無邊。阿難答佛所問話：十方虛空係無有窮盡，而盡虛空充滿七寶，所施嘅七寶當然亦都冇窮盡。咁當然係好，呢個福咧係好大啦。昔有眾生施佛七前，捨身猶獲轉輪王位啊！阿難尊者話：從前有一個人布施俾佛陀，只係有7個銅錢，承住呢種供佛嘅功德，佢捨身之後，尚且在第二生之中就得生為轉輪聖王。咁佢所施嘅呢係好少好少啫，但係佢所得嘅福呢就係好大。咁就係顯出啊，諸福田之中呢，佛陀係最勝嘅福田。落呢個種子雖然係少，但係呢塊田係非常之肥沃，所以啊，所收穫嘅成果呢係極之多、極之大嘅。喺《阿含經》裏邊講，阿羅律陀尊者啊，在往昔在喺呢個殊勝福田之中修供養，即係供養佛。佢以7個田施設飲食，用7個田嚟備辦飲食去供養佛。後來啊，佢異熟果報嘅時候，佢感到乜嘢果報呢？7次生喺33天，又7次生喺人間做轉輪聖王，最後呢一生
就生去為大富嘅釋迦種族，成為佛陀嘅堂弟弟，從佛出家得證阿羅漢果。因此啊，所施係好少，但係因為以至誠心而接你布施嘅對象係屬於殊勝嘅福田，因此呢，就感得到呢個功德係咁大。為轉輪聖王啊，就係能夠統領四大部洲裏邊所有嘅國土人民，而且係七寶具足，有千子圍繞。所謂七寶呢，就係金輪寶，就係佢乘坐嘅嗰個金輪，能夠一日之中呢環遊四大部洲，即係東南西北嘅四大部洲。咁佢個七寶就係金輪寶、馬寶、象寶、主兵神、主藏神寶、玉女寶、寶藏瓶，有呢七寶。所以啊，做輪轉輪聖王呢，具有大嘅威德，乘坐輪寶喺一個時辰之內能夠周遊四大部洲，喺人類之中呢，福報呢係最為第一嘅。故此阿難尊者話：昔有眾生施佛7錢咁少啊，捨身之後尚且係得到轉輪聖王嘅位置，又何況呢個人以充滿十方虛空嘅七寶嚟到供養無數嘅諸佛呢？佢嘅功德係更加大。況復現前，虛空既窮，佛土充遍，皆施珍寶。話何況現在有人窮盡虛空十方國土，又充滿珍寶嚟供養微塵數諸佛，咁呢個人啊，所得福報係極大嘅。窮劫施以尚不能及，是福云何更有邊際呢？呢個人所得嘅福，即使窮盡一劫思量計算，亦都唔能夠算盡呢種廣大嘅福報，又點會有邊際數量可以說得出呢？咁就係說明呢種財施嘅功德大。佛告阿難：諸佛如來語無虛妄。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，信悉即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，乃至窮盡十方無間未不經歷，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，是人罪障應念消滅，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，得福超越前之施人，百倍、千倍、千萬億倍，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呢段文呢，就係顯示法師嘅功德嚟得大，比前財師嘅功德大好多。因為法師嘅功德能滅重罪，兼夾得到殊勝嘅福報。財師功德雖然係大，但係比唔上以法布施嘅功德。佛告阿難：諸佛如來語無虛妄啊！佛陀話十方諸佛如來係真語者、實語者，諸佛唔會講妄語嘅，佢哋所講都係真實語嘅。
就係佛陀啊，欲想顯出法師滅惡之功，以及法師之福比財師之福大千萬億倍，就恐怕人哋唔信啊，故此咧就先鄭重聲明，話諸佛如來語無虛妄，唔會講大話，佛係法王，凡有所講都係真實不虛嘅，令到阿難尊者等深信。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，佛陀話：如果再有一個人，除咗前邊以呢個財寶布施之外，咁另外有一個人呢，犯咗殺盜淫妄嘅四根本重罪，又兼夾具有十波羅夷嘅重罪。呢個殺盜淫妄四根本重罪呢，就係小乘嘅根本戒。咁啊，大乘菩薩戒呢，就係有十波羅夷。咁呢個十波羅夷重罪呢，就係大乘罪最重嘅。波羅夷係梵語，翻為中國音叫做極惡，亦叫做棄。就係如果犯咗波羅夷罪啊，就永遠被佛法所棄。所謂十波羅夷嘅，就係喺殺盜淫妄四根本戒之中。咁喺菩薩戒本中呢，除咗殺盜淫妄四重之外，再加上第五係沽酒戒。呢個沽酒呢，就賣酒，受咗菩薩戒係唔可以做賣酒嘅生意嘅。出家人固之然係唔會做生意啦，在家人受咗菩薩戒係唔可以做賣酒嘅生意。第六就係說四眾過戒，四眾呢，就係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唔可以毀謗佢哋。第七係自讚毀他，呢個呢，又係屬於重罪嚟嘅。自己讚歎自己，話自己就點樣叻點樣叻，咁啊將自己嘅惡呢就隱啊嘛，咁啊啲好處呢就揚啦嘛，將自己就隱惡揚善，人哋呢就隱善揚惡啦。人哋有好處呢，佢就唔講，專一就抄人哋嗰啲唔好嘅嘢呢，就挖出嚟，唔淨止講人啲唔好嘢，仲要加鹽加醋加大，咁呢種呢，就叫做自讚毀他。咁受咗菩薩戒呢，係唔可以咁樣去做嘅。呢就係屬於十波羅夷罪之一。第八啊，慳惜加毀戒啊，自己慳貪啊，孤寒，所以呢唔肯布施啊，自己嘅力量能夠做得到，或者人哋想求你做啲乜嘢事，自己少少事力量自己做得到呢，都唔去做，而且仲毀謗人哋。咁呢種呢，亦都係屬於菩薩戒嘅重罪。所以慳財，佢個報應呢，就係將來得到貧窮。如果慳法，你自己懂佛法，唔講人聽，咁佢嘅餘報呢，就係屬於愚癡暗鈍。因此啊，在呢個菩薩戒本之中呢，就係要制止呢條戒，自己有力量能夠財施就財施，能夠以法布施呢，就以法布施，咁樣先至合乎菩薩嘅正道。第九呢，就係瞋心不受悔戒，呢個人呢，瞋恨心極重，人哋勸呢都勸唔聽嘅，自己呢無慚愧，冇呢個懺悔嘅心，所以呢啲呢亦都係有違菩薩之道啊！因為呢個所謂瞋心係極為之大
大嘅呢個，如果一做起上嚟，一有親心起上嚟呢，殺生害命，通通都係由親心起。所謂一念親心起，就百萬障門開。以前喺呢個叢林嗰度呢，係有一位首座和尚，因為叢林嘅地方都係過堂食飯。咁現在發花子啊，我哋有法會食飯都過堂啦吓。咁啊喺叢林過堂食飯呢，嗰個主持啊，主持和尚呢，就係中間一個座坐中間，手旁邊呢，首座和尚呢係坐第一個位。咁每次食飯過堂嘅時候呢，嗰個首座和尚呢，就生親恨心，咁但係呢，佢又唔係嬲出嚟，佢唔表露出嚟，冇人知㗎。唯有呢個方丈和尚主持呢，佢知道，因為佢係主持和尚呢，係心有修行，佢係好有見地嘅大德嚟㗎。佢知道呢個首座和尚呢，每次過堂都生呢個親恨心，嚇弊啦！佢心諗下，如果我唔話佢聽，唔救佢呢，佢將來一定會墮落。咁啊變咗嘥咗佢呢個修行。佢亦都呢位首座和尚呢，亦都係好修行、好用功嘅，但係就因為親心不隨。咁有一日呢，過完堂之後，佢就請嗰個首座去到佢嗰度方丈寮，就同佢傾偈。佢話：你係唔係每日過堂都起親心？咁嗰個首座呢，佢又好坦白㗎，佢知道個方丈和尚知道啦。佢話係啊，佢話我會係啊，亦承認。咁佢話：你為乜嘢事會有呢個親心起？佢話嗰個行堂啊，佢添飯添菜俾我呢，人哋啊添滿一碗，我呢就添半碗，飯又半碗，菜又半碗，即係變咗佢個心呢係唔得平等。咁當時嗰個方丈和尚聽到之後呢，佢就去叫嗰個行堂嚟。佢話：點解啊？你每日行堂添飯菜俾呢位首座，點解你成日都添半碗俾佢？你添俾人哋你又一碗滿。咁嗰個行堂話：佢話方丈啊，佢話你唔知道，我因為呢位首座老修行呢，佢年紀大，佢又冇牙。如果我俾一碗滿俾佢啊，佢真係食得耐呢，變咗啲飯食到凍呢就冇益啦。佢話我添半碗俾佢呢，咁啊等佢食呢就快啲。我每次添俾佢就有熱嘢食啦。我唔係偏心咁。嗰個首座聽到呢，知道呢位行堂係好心，所以呢，佢個心慚愧，佢自己有一種懺悔嘅心理。因此呢，嗰個方丈和尚就同嗰個首座講，佢話：你知唔知啊？佢話你呢個親恨心呢，已經係變咗成為毒蛇。佢話：嗱，你跟住我嚟，我帶你睇一樣嘢。咁啊帶佢去到嗰個首座每日坐嘅座位嘅底下，叫人掘開個地。掘開個地呢，3尺，原來就有條小小嘅毒蛇喺嗰度，已經死咗。佢話：如果你個親心仍然係咁樣呢，過身之後呢，就變咗為毒蛇。但係因為現在啊，佢一念悔改之心呢，呢條毒蛇已經係死咗。佢話：如果我唔同你講呢，就嘥咗你咁多年來嗰種用功修行。咁現在呢，就為佢解釋咗之後呢，咁呢個首座呢，好
多謝方丈和尚，亦都係感謝呢個行堂咁好嘅心意。呢個親心之結解開咗之後啊，咁呢條蛇就死咗。以後佢用功修行呢，就變咗呢，得到自己就變咗得到利益。所以啊，原來呢個菩薩戒之中，親心呢，菩薩戒裏邊係要戒人斷除親心，就係咁樣嘅意思。所以呢個親心嘅過患係非常之深嘅，並唔係淨係為咗人哋俾我食，我俾得少我就生親恨心。其實每一樣嘅事情，在我哋日常平時生活行動之中呢，最好能夠盡量減低自己唔好發脾氣，盡量能夠明白到呢個親恨嘅心嗰個結一結喺度嘅時候呢，只係累咗自己將來受嘅果報。所以菩薩戒本裏邊，因為菩薩戒你係要行菩薩道，係要利益眾生。如果你利益眾生行菩薩道，親心唔除又點能夠去利益眾生呢？不但唔能夠利益眾生令到自己有害，亦都令眾生有害。所以十重波羅夷之中第9條呢，就係要戒人不起親心，親心不受悔戒，就係十重波羅夷裏邊之中嘅一條。咁第10呢，就係謗三寶戒。咁由殺戒開始一路至到第10謗三寶戒，就係屬於大乘菩薩戒嘅10重波羅夷。咁如果呢個人犯咗10重波羅夷罪呢，佢個罪過呢就係好重好重。所以信息即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。如果犯咗4重10波羅夷罪，乃係罪中嘅最重。信息呢就係指佢嘅時間極短，一陣間命中嘅時候，信息之間呢就會墮落此方以及他方嘅阿鼻地獄。先墮此方阿鼻地獄，具足一劫，然後更墮他方嘅阿鼻地獄，具足一劫，乃至窮盡10方無間美不經歷，乃至輾轉窮盡10方無間地獄。無間即係阿鼻，美不經歷就係話10方世界所有無間地獄無不經歷。咁就顯出所受嘅苦極重10方地獄都經歷，而且時間就極長。咁呢個人前邊嗰個人係以7寶充滿虛空嚟供養微塵數諸佛，呢個福係極大。現在呢度所講嘅人，佢犯10重波羅夷罪，呢個罪障係極重，即係2個咧變咗走極端嘅，一個咧係福最大，一個係罪最重。但係呢個罪最重嘅人佢係可唔可以將呢個罪障抵消呢？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。犯咗重罪將要下墮嘅人，咁佢自己呢能夠反省覺悟，能夠以一念善心將此靈驗法門喺末法之中，即係現在我哋呢個時代開示未來修學佛法參禪學道嘅人，令到佢哋各得到開悟，明白佛法嘅正知正見嘅好處，咁樣續佛慧命，少隆佛種，能夠以一念將此法門開示，就係講明弘經嘅時間極短，世人罪障應念消滅呢度呢就係顯出滅苦嘅功能迅速，遍其所受地獄苦因，成安樂國，得福超越前之世人百倍、千倍、千萬億倍，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咁呢度呢就係顯出得福
係非常之廣大。一個犯四重十波羅夷大小乘根本戒嘅人，即將墮阿鼻地獄。若果能夠一念回光返照，將此首楞嚴教法喺末法之中開示未學，佢嘅罪障呢，必定能夠應佢弘經呢一念而得到消滅，並且將招感地獄惡報之苦因變為安樂國，所得嘅福呢，超過前邊以盡虛空遍法界充滿七寶布施供養佛嘅人。咁佢所超過呢，唔係超過啲啲多喎，唔係超過好少啊，但係好多好多，超過百倍、千倍、千萬億倍，甚至超過嘅倍數算亦算唔盡，譬喻亦唔能夠譬喻得盡，超過有幾多？咁點解呢？因為前邊以七寶供養嘅人所收嘅係有漏之福，而且佢利益就係佢自己本身得福，有漏始終係有窮盡，而弘經之福係無漏福，因為呢個有人聽到經裏邊嘅道理，依道理修行，能夠了生死，得解脫，而且又可以輾轉傳揚教人依法修行，所以啊，所得人哋所得嘅利益呢，係好多好多人得到利益。故此啊，呢種係屬於無漏之福，無漏之福呢，唔係有漏之福可以相比嘅。何況呢個人能夠以此殊勝嘅法門自行化他，自修得益，又令他人得到利益，教化末世眾生遠離魔境啊！所以眾生嘅法身直聞靈驗妙法而得到生長，諸佛嘅慧命又弘揚此教法而得到延續啊！正見法堂得到高樹，摧邪顯正，自他得益，遠離魔障，共成佛果。所以啊，呢種弘經之福呢，唔係世間財施果報所能及得到嘅。所以話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故此喺行願品裏邊啊，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啊，在種種供養之中，以法供養嚟到去供養佛菩薩，呢個福呢係最大嘅。弘揚此靈驗法門就係法供養，亦都係報佛嘅心因。阿難，若有眾生能誦此經，能持此咒，如我廣說，窮劫不盡，依我教言，如教行道，直成菩提，無復魔業。咁呢段文呢，就係普勸末世眾生，如果能夠得聞此經，依教奉行，就可以免除魔障，生長功德善力。若有眾生能誦此經，能持此咒，未來之世，如果係有眾生善根深厚，佢能夠一心虔誠誦念此靈驗經，或者係能夠持此靈驗神咒，或者又讀經又持咒，咁呢種功德啊，佛陀話如我廣說就窮劫不盡啊！呢個誦經持咒嘅人所得嘅利益極之大，即使以我佛嘅四無礙辯才廣為宣說，雖然窮盡一劫咁長嘅時間，亦都係講唔完，就說明
誦此經同埋持此咒嘅福報大，乃係自利嘅功德。依我教言而教行道，再能夠依我佛嘅言教，喺如來滅後將此靈驗法門傳揚於後世，令到末法時期嘅修行人得聞此經，亦能夠明白五陰虛幻，依此經所說嘅言教修行，依教辦道，顯密雙修，直成菩提無伏魔業啊！從初發心，步步前進，不生住着，直至到無上佛果菩提，於其中間呢係永無諸位曲上，不會受到魔嘅侵擾。呢種呢就係利他之德。咁樣啊，自利他同成佛道，就係修行人最終嘅目的，亦都係佛陀出現世間說法教化眾生嘅初衷。佛說此經已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及諸他方菩薩，二乘聖仙童子，並初發心大力鬼神，皆大歡喜，作禮而去。咁呢段文呢，就敘述法會大眾聞法之後得大利益，因而呢就皆大歡喜。凡係佛說法嘅法會，都有四眾作為內護嘅，即係擁護六護，擁護呢個道場。比丘、比丘尼係出家二眾，優婆塞、優婆夷翻為清信士、清信女，亦都叫做近事男、近事女。意思呢就係清淨三業，信奉正法，親近三寶，承事供養者。咁優婆塞、優婆夷呢就係屬於在家嘅二眾。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，娑婆世界係一個大千世界，佢嘅範圍係有10萬萬四天下。所謂四天下者，即係東南西北嘅四大部洲，又有10萬萬嘅六欲天等。佛陀說法嘅時候，十方無量數世界菩薩、天龍等眾都嚟法會聽法者極多極多，故此話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。咁啊，本來咧係有8部嘅喎，天龍、夜叉、乾達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羅羅、摩睺羅伽，係有8部嘅。現在呢度天人阿修羅舉出天同埋阿修羅呢兩眾呢，就包括8部眾在內。梵語阿修羅翻中國音叫做飛天啊，就係話佢有天嘅福，但係冇天之德。所以咧，你話佢係天，佢又唔係天。佢雖然享受天嗰種嘅福報，但係佢冇天嗰種德行。阿修羅嘅親心咧係非常之重嘅，時時歡喜戰爭，歡喜打仗嘅。佢同呢個天帝釋打交打仗嘅時候呢，佢打輸咗呢，佢就自己呢就帶埋啲兵將匿入去個藕絲孔嗰度嚟到去逃避。咁呢種呢個阿修羅呢，佢係男就係醜，女呢就係美貌，所以又叫做無端正，又叫做無酒。佢初時呢係好歡喜飲酒，個酒量非常非常之大。世界上嘅酒都唔夠佢飲，所以咧佢就嬲得滯，佢將嗰啲天下間嗰啲花草樹木啦摘翻嚟抌落去大海嗰度，希望將啲海水釀成酒，可以飲一個飽嘅。
點知道因為水上嘅動物啊，魚龍蝦蟹嘅業力，因為呢啲係佢哋嘅住處嚟噶嘛，你點可以將嗰啲水嚟到去變成酒呢？由於魚龍蝦蟹水中動物嘅業力就唔能夠變成酒，因此咧佢發起呢個親心嬲，唔飲酒，因此咧又叫做無酒。所以阿修羅咧係八部之一。咁現在舉出天與阿修羅咧，就包括八部眾在內。人就係指比丘等四眾外嘅普通人類，即係未曾有皈依三寶、未曾聽聞佛法嘅人類，即係未曾有皈依三寶嘅人類。八部眾係保護道場嘅外護嚟嘅，及諸他方菩薩以及他方世界嚟嘅大乘菩薩眾，咁即係在序分中所講嘅十方菩薩知決心意啊，以及聞佛說法之音後至嘅十方行沙菩薩眾，二乘聖仙童子，除咗十方菩薩之外，亦有他方世界嘅聲聞緣覺二乘聖眾啊。聖仙童子呢，就內修聖道，外現仙身，不壞童真嘅聖道修行者。咁呢啲呢，都係聞法護咒而嚟嘅，並初發心大力鬼神，並及初發心護持佛法嘅善鬼神眾，由於得聞佛法，了知佛法嘅好處，故此發心擁護。佢哋具有大神力，可以防範外道邪魔惡鬼侵擾，故此叫做大力鬼神，亦都係外護眾嚟到呢度擁護道場，皆大歡喜作禮而去。咁全個首楞嚴法會大眾，佢哋聞佛說法之後，都得到法喜充滿，因為得聞佛陀喺正中分開示如來藏妙真如性，破妄顯真，所以獲本妙心就常住不滅，又大開圓解，又聞佛開示圓行，依耳根一門深入為下手收集嘅方便，以及又聽到佛陀開示教以持戒檀長神咒為助行，又詳細說出七趣聲尋嘅因果報應，令大眾知道警惕，又喺五陰魔境之中提示修行人唔應該生住着保持正知正見，喺呢個無上道就唔會遭逢歧途小路。又聽到佛陀所講嘅財法兩種布施嘅功德較量，顯出宏經嘅功德極為殊勝，能夠滅重罪生無量福，勸令阿難以及大眾自行化他自他兼利。咁佛陀所講嘅都已經講完，大眾了知道依法實行，決定得證無上菩提，成佛有望啊！又是咁樣呢，就心開意解，所以就皆大歡喜。咁喺大智度論裏邊解釋歡喜有三種意思。第一就能說法嘅人清淨，第二就所說嘅法清淨，第三就依法得果清淨。能說嘅人即係如來法王，為度眾生之故而說，佢係不為名聞利養而說嘅，所以就係屬於能說嘅人清淨。所說嘅法乃係了義聖教，係圓頓嘅真宗。依法得果者，最初嘅時候
聞佛所開示，就不力爭其獲法身；其次又普會大眾皆得法眼淨，又無量眾生皆發無上菩提心。咁後來呢，又得到頓悟增上妙理，斷除微細煩惱，乃至到節節聞經就處處得益，有此三義啊！因此呢，就生大歡喜。喺堪山大師嘅《楞嚴通義》裏邊講，佢話如來係最極嘅智性，集合凡聖同居土嘅法會，現無量光明嘅瑞相，而演說秘密難思嘅神咒，宣揚微妙難解嘅法門，斷除歷劫生死嘅愛根，消五陰邪師嘅魔業啊，令到法會大眾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因此佢哋咧就皆大歡喜啦。因為歡喜之故，從此退歸自修，更無有懷疑。為咗感謝佛陀嘅法語之恩呢，故此就五體投地向世尊頂禮，法會解散，回歸自己靜修之處，因此就叫做作禮而去。大佛頂如來勿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10宗，咁樣呢，楞嚴經呢喺呢度呢就結束啦。咁受持讀誦弘揚楞嚴經嘅好處啊，喺經文之中已經係講過。我哋計下全套楞嚴經總共經過5年多嘅時間先至講完。如果我哋以呢個錄音帶嘅盒數嚟到去講呢，連埋經題呢個錄音帶嘅盒數呢，總共係146盒。如果以每個星期一次，每次一盒嚟計算呢，我哋所花嘅時間呢，最多係3年，或者係唔足3年就可以完成。但係因為由於各種因緣啊，所以停講嘅次數呢係好多，斷斷續續，足足呢就延長咗幾乎係雙倍嘅時間，直至到今日呢先至係圓滿結束。咁呢次講解楞嚴經呢，我呢係只可以講我係複講，係將以前聽過嘅以及參考大德嘅著作，抱住重溫學習嘅態度嚟同大家研究。俗語所謂學然後知不足，現在呢我係更有深一層嘅體會到。因為點解呢？以前複經啊有老法師糾正錯誤，但係今次複講呢，缺乏咗更正嘅導師，所以呢，我有時遇到深奧嘅難題難以解決嘅時候呢，行來行去，諗來諗去，想來想去，真係呢，想請問又無從請問，所以呢，然後先至想到啊，無從請問呢種嘅難處，又想到以前離開老法師嘅時候，好多時呢，有陣時上去見佢，你去見佢呢，佢唔同你講乜嘢噶，2、3句之後呢，佢叫你坐低呢，佢抽問題嚟問。嗰陣時最怕佢問，一問呢個心就驚啦。如果老法師一問呢，我就講東答西，你就炸亂咗。其實呢，而家先諗到老師提問嘅嗰種好處，而家想佢問呢，又想唔到啦。所以今次我嘅複講呢，係當然啦，其中錯誤就百出，好多會有錯，自己呢亦都感覺得非常之難過。
好似個經裏邊講啦，眾生頑迷就不自喘量啊，因為愚鈍頑劣，又唔知道自量自己所認識有幾多，咁啊貿然咧就負起呢個責任，所以咧我就唔能夠用善巧方便，唔能夠發揮經中嘅妙義，呢啲咧就係由於缺乏咗智慧嘅緣故啊。咁但係我今日所講嘅說話咧，係實話實說，就並無虛言啊！我唔係話講謙虛嘅說話，係真真實實嘅說話。故此咧，我覺得非常之慚愧，而且咧又係深深咁懺悔嘅。咁《楞嚴經》係屬於智慧嘅經典啊，所以古德話開悟楞嚴。咁我哋今次能夠有機會重溫復講一次咧，呢啲都係由於女居士同埋流行閣居士佢哋兩位，佢哋母子兩位發起，加上黃正斌居士，經過佢3次咁催促我，佢問3次幾時講楞嚴經啊？幾時講楞嚴經啊？幾時講楞嚴經啊？經過幾次咁催促，因此咧就鼓勵我啊，下定決心同各位大家共同學習，而且我又好多謝你哋在座各位呢種為法嘅精神。我哋聽經嘅人數雖然係唔多，但係大家聽講嘅態度咧非常之認真，所謂不辭不攝，風雨無改，犧牲你哋自己寶貴嘅時間嚟聽經，可見啊，在座每一位都係有智慧嘅人。咁又得到師父慈悲成就呢個道場，咁令到楞嚴法會能夠順利圓滿，咁對你哋嘅發起人呢，亦都有得交代啦吓。咁呢啲呢，都係屬於殊勝嘅增上緣，成就我有多一次學習嘅機會。因此啊，座上各位都係我嘅善知識。我嘅內心咧非常之感動，而又十分之多謝你哋大家嘅。喺前邊，佛陀係曾經多次囑咐阿難，話佢要喺末法之中將呢個楞嚴法門宣揚，令眾生明白陰魔嘅道理，唔會俾邪魔所轉。如果能夠將此法門宣示，就係作大國王嘅清淨標誌。又話與尊佛語，明報佛恩。你聽佛嘅說話呢，就係報佛嘅心恩。又咁樣啊，我哋可見呢部經喺末法之中極為之重要。所以現在我以至誠心，祝願楞嚴正法常住於世間，破妄顯真，摧邪扶正，令到未來末法將盡嘅時候，呢個未來末法將盡嘅時候呢，楞嚴經係先滅嘅，其他嘅經典呢，逐漸咁消滅。所以啊，希望凡係佛教徒都應該隨力隨分荷擔佛陀嘅家業，都應該以行願嚟護持楞嚴經，自己受持讀誦，亦都教人受持讀誦。如果呢部經係太長嘅，我哋可以分開一日誦一卷，甚至到一日誦半卷，或者係單純持誦神咒，務必令呢部經啊永遠常住世間，發揚光大，流通到全世界每一角落，乃至到盡虛空遍法界都有此楞嚴經。咁樣啊，正法呢就能夠放大光明。有啲大德話，佢話如果能夠細讀楞嚴經啊，現在嗰啲裝神弄鬼之徒啊，就唔能夠欺騙你。因為讀楞嚴經呢，等於乜嘢呢？等於將嗰個照妖寶鏡打開，嗰啲魔鬼呢，自然就唔敢出現，就唔敢現形。
所以啊，能夠將此經讀誦、傳揚、印證、流通、化不絕，廣利眾生，呢個功德係不可思議。我哋咁樣做先至係報佛嘅心因。現在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受到佛陀嘅心因，能夠努力弘法讀誦經典，就係真正報佛嘅心因。最後我祝願座上每一位以及念誦講解聽聞流通靈嚴經之人，都能夠除煩惱、開智慧、深入靈嚴三昧，組成佛道。更以此講解念誦流通嘅功德，回向普及法界眾生，令佢哋善根永固，常遇善友名師，除三障，斷二死，直入如來嘅妙莊嚴海，圓滿無上菩提。咁樣我今日咧係好多謝各位嘅。現在咧就用柯蘭尊者所講嘅兩句說話作為結束，希望我哋大家一齊念：將此深深奉塵剎，將此深深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多謝各位。阿彌陀佛。